搁再来关心，这是白色的长尾山羊，真罕的出现伫咧宜兰头城农场。当年4月到8月，就是长尾山羊生炭期，一般母的拢是负责孵卵，若是公的就去找食的。其他的鸟仔卖斗相共来赶外来敌人，大家分工合作。一般出现伫咧无到1500公尺的树林，即届煞出现伫咧头城农场。上届主要原因就是遮有够空旷，食的物件嘛有够。 树仔顶有一只长尾山羊，真细腻咧顾鸟仔收。真足甲看伫另外一边的树仔顶，嘛有另外一只白色的长尾山羊。哇，被我看到了！最近伫宜兰头城农场发现一只白色的长尾山羊，请真侪爱鸟的人走去翕相记录。为着避免长尾山羊互人插到，农场佮专工为因搭黑色的网仔。怕太多人来这里拍照哈，会让他们惊吓到，所以我们这样把它围起来。 因为基因起变化，这只白色的长尾山羊意外受到大家注意。不过，这种被化症的动物会受大部分拢会较低。长尾山羊主要出现伫1500公尺以下的树林内底，因的尾足长的，生炭期伫4月到8月是保育类动物。因为农场食的物件真济，所在搁宽，才会互长尾山羊来遮起收。这些木瓜或者是芭蕉有没有来取食？还有一个叫帮手制度。 他就是他之前出生的哥哥姐姐，有没有会留下来帮忙照顾弱小？伫长尾山羊的家族内底，大家拢有家己的工课，母的负责孵卵，公的负责找食物，兄弟姊妹卖斗相共照顾鸟仔收。咱就要好好保护环境，才会当互长尾山羊伫台湾一直传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